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的台语教室。今日咱要来教的呢是数字的台语。我拄开始做 YouTube 无偌久的时阵呢，我就有做过一支台语数字的影片啊。毋过有足侪人拢留话甲我讲，我的背景音乐的实在是伤大声、伤吵啊，拢听袂清楚我咧讲啥，真歹势啦。迄个时阵呢，我就拄开始接触假片的软体无偌久，抑阁无啥会晓控制，基本上呢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啦，所以做了无啥好，歹势啦。嘛，足感谢大家一路上一直甲我支持，提出意见甲建议，互我会当修正错误，愈做愈好。有吧？大家应该有感觉我的影片愈做愈好啊吼。好，安尼今日这个影片呢，就是要甲进前迄个影片重新制作一摆，互大家会当听较清楚一点嘛。当然啦，我嘛会加一寡新的物件，来互大家感觉啊，我这都看过啊。好，安尼咱就莫阁讲废话啊，开始咯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，你在频道的会员制度呢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啊！娃娃 TV。台语的数字呢有两种量法，一种呢是白话量法，另外一种呢是文言的量法。白话量法呢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啊文言的量法呢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白话量法应该是大家常识的啦。你若是伫路林砸一个人落来，你问伊敢会晓用台语讲出1到10？会晓讲台语的人呢，大部分应该拢会甲你讲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，若是你问伊，你敢会晓用文言的量法讲？我想啦，伊应该是会想一下，就算是会晓啦，应该嘛袂讲了比白话的量法顺。为虾米会安尼咧？因为袂管是啊，平常时无人爱安尼用安尼讲的。文言的量法呢，伊就毋是用来算物件的。文言的量法呢，基本上是用伫咧电话号码啊，还是名内底。电话号码咧，亲像一个足有名的广告，0800092200，啊名咧就亲像人名、地名甲路名。人名咧就有马英九、李四端，地名咧就有台北的九份，阮高雄咧有三明区，啊路名上有名的咧，应该就是阮高雄的10条大路啊。1心2性3都4位5福6合7贤8德9如10全，这10条路咧是高雄人拢知影的。只要会晓用台语甲这10条路讲出来，基本上就会晓用文言量法背出1到10啦。甲高雄人讲一个秘诀啦，咧背的时阵呢，甲后壁迄个字接起来，敢若讲数字就会当顺顺啊背出来啊。亲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安尼有简单无？这是阮高雄人的优势啦。别个所在的人呢，嘛欢迎来背阮高雄的路，虽然我毋知影恁背落来来创啥啊。好，文言量法的数字咧是用伫咧电话号码甲名即种所在的，啊白话量法咧，白话量法的数字是用伫啥物所在咧？白话数字足简单的啦，就是用伫咧算物件的时阵，亲像1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、4个人、5个人、6个人、7个人、8个人、9个人、10个人，抑佫有亲像1块刀啊、2本册、3粒苹果、4杯水、5支签啊、6粒卵、7块盘啊、8碗饭、9台电视、10只猪。只要是算物件，拢是爱用白话数字量法咯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文言量法甲白话量法数字要安怎讲、安怎用啊吼。爱会记诶，莫个母毋对去啊哦。我是你今日影片就到这里，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的话咧，莫袂记去帮我点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爱袂记去帮我一下订阅咧吼，记得拍开边啊迄个小铃铛，安尼才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